讲到健康问题，因为香港艺人吴孟达、吴明达过身肝的问题，又搁引起讨论。咱时常咧讲，肝是癌症的器官，真少发出声音甲警讯。不过若真啊出问题，伊镜头甲消化系统的疾病是真共款。患者初期可能无啥物感觉，不过呢，伊发展了真紧，一般几个月内就进入危险期。尤其是若本身有肝病患者，佮有呢长期啉酒过量的人，拢是真危险。若是讲无插意，恐惊会得到肝炎、肝硬化，甚至是肝癌。伊伫咧少年骹球内底搬一位吞吞委屈、心当当真的教练。我件餅啊，真係正，皮滑餡靚啊，嬌美像條蛇。伊真有才情，會當搬每一個人的人生。吳明達演活真濟角色，伫咧這幾年煞因為破病，真罕咧出現伫咧鏡頭前。即擺煞是聽到伊因為肝癌離開的消息。 最常见的还是以 B 型肝炎、C 型肝炎以及酒精肝这3个为主，当然近期脂肪肝的机会比例也是越来越高。肝病会有3部曲：肝发炎、肝硬化以及肝癌。那在肝炎这早期的阶段，其实并未必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。 头起性的镜头看袂使出来，而且含消化系统的病袂共。次常着肝癌的患者，伫咧较进前超3个月内，较会落屎、腹肚胀胀，人目较会神神，食袂使落。若是体重变轻、出现黄痰，恐惊已经是肝癌末期。 已经到了晚期，如果比如以肝癌来说，已经扩散出去，或者是已经导致你的肝功能强烈的受伤，那在这个阶段通常不会超过半年以上。肝若是有问题，真好发现，事实上发现有镜头拢已经收慢啊。医师提醒，若是有肝病患者，每半年就要定期追踪，但是真正有镜头，得当警戒医药好。